吓死我了！别害怕，他前天吓死我！你好像跟这个220干嘛？不是刚才您哎就有一阵儿不特别晕吗？然后我也吓傻了，咱从来也没有过。没有毛病，别给我胡编呐！你这他妈谈闲子。他娘，我一辈子没有过感冒。行，闺女不是怕点生病，别着急，对我死不能着急，别着急，不能着急，不能着急啊！现在没不舒服是吗？没有，嘛也没有。那咱起来行吗？咱起来缓缓行吗？咱先把它架着试试，行你看看和平时比，然后我再跟您交代一下病情，行吗？咱别让她在地上躺，惯着养。我一看见。那个老太太呀，她有一个那个晕厥，按说如果她要是短暂性脑卒中的话，你得最好是去医院查个 CT 或者核磁，有可能还会复发。如果她复发的时间间断短或者是频率快的话，有可能会导致一个脑梗之类的发作。但是他说话特别好，所以我得把这情况跟您说了。我看大娘比较抵触去医院。对，现在肯定他不去啊。就是您今天去不去，就是我得把这最坏的情况跟您说了。疼一下啊！哎呦，又这些的。我轻一点好不好？啊，好。没有过病。刚才摔着您记得吗？没摔。没摔，就晕了一下。他把你妈放地下了，是吧？对，疼一下啊，疼一下啊。好，好了。我上那个那叫嘛120那远道那最大的医院，天津医院呀，对，好几个项都是阴性特别好，对，这身体好，是吧？那都你血糖也挺好的，心电图也不错，心电图行。行。妈妈，您去医院做个检查嘛？不去不行，我坚决不去医院。我跟您说了，太太啊，要是真不舒服，咱就得去医院。你不能因为怕去医院，到时候说不舒服。来医院冷吗？不冷，老头儿。